唔少人嘅目標咧都係希望可以賺多啲錢啦，但係咪賺得越多錢就會令人越開心呢？究竟有冇話賺幾多錢先至夠呢？英國廣播公司 BBC 嘅一個理財節目 Money Box 早2年咧就會做過一個專題去探討一下金錢同幸福之間嘅關係啊！主持人 Adam Shaw 咧就邀請咗2位專家啦，牛津大學經濟與行為科學教授 Dinev 同埋慈善機構 Action for Happiness 嘅負責人 Williamson 啦，就作下佢嘅專題節目啦。佢哋發現啦，當你越有錢嘅時候啦，金錢對幸福嘅影響咧就越細噃。Dinev 教授咧就講到啦，話金錢係能夠令人過上體面嘅生活，所以毫無疑問啦，錢係好重要噶。佢就分析咗啦，收入嘅增加同幸福感嘅上升之間嘅關係啊。佢就話啦，如果你收入啦係從2萬英鎊翻倍去到4萬英鎊，咁就一定要再翻倍去到8萬英鎊啦，咁先至可以感受到同樣嘅幸福啊。而且咧係必須要啦不斷咁樣翻倍，先至能夠維持同樣嘅幸福感。咁不過咧呢種幸福感同埋收入之間嘅關係啦，都只係喺一定收入以下先至係嘅啫。研究就顯示啦，當你收入啦超過年薪12萬英鎊以上啦，就會經歷一個平台期，就唔能夠再測量到啦更多嘅錢係咪會同生活滿意度咧有一個關係喺度啊。當然啦，年薪12萬英鎊嘅收入，即係講緊可能大約咧就120萬港幣啦，已經唔係好多人可以做得到啊。不過呢個研究得出嘅結果就證明咗啦，快樂咧唔係完全取決於金錢噶。當人咧滿足咗基本需求，例如好似衣食住行等等之後啦，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啦係會影響幸福感噶。另一個節目嘅嘉賓 Action for Happiness 嘅負責人Williamson 就指出影響幸福感嘅因素咧就包括以下呢啲。第一就係有一個良好嘅人際關係啊，包括啦同屋企人啊、朋友啊或者公司嘅同事咁。第二咧就係超越自我，亦即係透過啦自我實現去獲得滿足感啦。例如啦透過實現一啲個人嘅目標或者去做下義工咁啊。第三咧就係應對突發事件嘅能力同埋自主權啦。咁亦即係啦能唔能夠掌握到自己嘅人生啦。咁而呢啲啦都係同金錢冇關嘅因素啊。的確啦，假如你係好窮嘅話咧，的確好難會有幸福感啊。咁但係咧又唔代表越有錢咧就越幸福。始終幸福啦仲有好多錢以外嘅元素啊。咁所以能夠知足同埋感恩啦都好緊要噶。唔知大家咧對於呢個節目所提到嘅嘢又點睇呢？對於你嚟講又覺得揾幾多錢先至足夠呢？都歡迎可以喺留言區嗰度話俾我聽啊！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籬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